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中二嘅時候有嗰啲目標要黐喺嗰個板度嘅，我寫住一定要考到演藝學院做香港女文武生。我覺得 APA 就好似一條跑道啦，飛機嘅跑道咁樣啦。我由一個業餘嘅學生喺呢度，我揾到我自己嘅夢想，或者佢幫助我去追到我嗰個夢想啦，可以帶到我越飛越遠。聽到佢肯定講啊，所以有時係文字，有時咁你揾到啲乜嘢啊？兩邊都有唔同嘅考慮啊！你想唔想我幫你決定啊？我想做呢樣嘢咯，我就係想做舞台劇演員呢一個工作，然後我就係想我嘅人生係咁樣過，因為越讀就會越更加肯定自己入嚟讀書，又或者揀咗呢一個專業嘅決定。我記得有同我講過話，其實 APA 可以係一個度假勝地嚟嘅，因為如果你唔做嘢嘅話，或者唔熱衷去參與製作或者參與課堂嘅話，其實你真係可以好得閒嘅，因為好多同學就會喺側邊度搶咗你個位置，即係同埋會爭住搶你個位置。因為作曲係一定要試好多次。咁我覺得 APA 呢一度好似一個實驗嘅舞台咁樣，俾我有好多經驗啦，可以同一啲同學仔去合作，嗰個資源好豐富啦，咁亦都有好多演出嘅機會啦。演藝學院對大家嚟講咧，可能係一個好神秘嘅地方。哇，好難入㗎喎，精英制度喎，佢哋一年淨係收幾個喎。但其實唔係想像中嘅嗰件事咯，係比你諗嘅得到更多咯。嗰個體驗對你嚟講喺呢一度係好滿足，係好快樂㗎。